林西里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邀请到做狮头的工艺师来教安定国小的学生做狮头。昨礼拜的课程结束了，特别来举办成果的发表会，学生展示狮头的作品，大家分享学习的成果。 4个囡仔互相相放伴，欢喜人狮。这个表演，互现场的观众一直学了教我。囡仔唔来晓人狮，这狮头嘛拢是因家己制作。觉得狮头可能是很容易做成的，没想到居然还要花那么多天的时间。西里有名的狮头工艺师傅张正权，受到西里七坎武术基金会邀请，将狮头的技术传给安定国小的囡仔。用图案啊来捏图囡仔看，啊捏好的时则回再来糊纸，就叫因前安尼糊。 啊，个再搁叫因用擦的。对参加的囡仔来讲，看到本正普通的图案啊，会当用家己的双手变做这么水的狮头，而且过程内底嘛学到其中的文化意义，会当讲是一摆丰富的学习体验。